伊较这个，你喵，你是最近去互猫啊咬着，你总变喵啊？无讲你唔知，我最近饲一只猫啊呢。你饲一只猫，阮兜嘛有一只猫啊呢。那呢，你敢袂晓甲伊开讲？甲猫啊开讲，我袂晓讲猫啊话啊，我要安怎甲伊开讲？你敢会晓讲猫啊话？当然，我会使教你教，足简单的。好，我嘛想要甲阮兜的猫啊沟通的，你紧甲我教，要安怎讲？咱若是想要讲猫仔话，咱的手就变做拳头，变拳头，放伫边个边啊，边啊，安尼，西边，西面，个西边，西面，个爱学猫仔的叫声哦。猫啊的叫声，喵，安尼对无？唔是，是安尼，喵，啊喵，安尼啊？哦，有够古锥的呢！而且这只猫啊，可以当有无共款的情绪哦。情绪，安尼，你即摆有啥物情绪？譬如讲，我即摆足生气的，生气，喵！你是生气的猫啊？毋过我生气无好，我介意快乐，所以我要做一只欢喜的猫啊，所以喵，啊喵！哇，听起来有够欢喜的呢！对，我是只快乐的猫，我过到足快乐的。哎，那你手会当比啥？比啥？变做花的，花的？放伫面的边啊。哦。哎，就变做水手啊。哦，猫啊有长长的喙手。安尼上尾要搁西面一个。西面。变水手。啊，那你能够做伙做一遍咯？准备开始。西面，喵，变水手。哦，我即摆晓甲猫啊讲话啊呢。安尼我会当甲你教猫仔的动作哦。猫啊动作，什么动作？譬如讲，猫仔行路嘛足细致的，所以手嘛共款是拳头。拳头。安尼拍开。合起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猫仔行路吼，就就是要磨指甲。哦，磨指甲。摇嘞，搁跳一嘞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摇指甲。我即摆已经要变做一只喵啊！卖遐古锥啦！我一直做古锥啊！我看囡仔遐囡仔这嘛拢是一只猫啊！大家拢准备好势啊！咱即马就会当对音乐，做伙一起猫仔的世界。咱做伙来讲猫仔话，做伙来喵。愈大声，所以我用猫话问是在讲啥？喵喵喵喵喵。自然讲着较早困才困会饱，不过我也想要伊陪我唱歌，所以我用鸟话来喵，我嘛爱困啊。